台北市长郭文泰正式来组党，阁来做党主席。一边都爱无用市政，一边爱无用党务，要安怎来兼顾？即摆嘛将做人攻击的重点。今仔日七夕情人节，国民党的立委甲市议员特别组团到内湖花市去买花，结果现场是冷冷清清，无啥人咧买花。只剩郭文泰阁互杀着涨头路。洪批评讲，郭市长拢无用咧组党，无用咧选举，根本无咧插百姓生死。今仔日是虾米日子？原来是七夕情人节。那样立委李彦秀、议员金惠珠组团到台北内湖花市买花，阁毋是要过情人节，伊是为着要考试郭市长。他们很万谈说，今年这个七夕情人节生意不好做，市政府也不闻不问。柯市长，你人在哪里？产业哀哀叫，你一想要选举，想要阻挡，想到就是自己的前途。七夕情人节这天，在台北花市内面买起真正无啥好，有点被吓一跳，就想说情人节应该花市比较多人才对，然后没想到花市人那么少。以前在那个什么瑞光路的时候，有时候绑花束还要排队。现在呢？都没有人。听说讲即马拢无啥人啊，这以前情人节一大堆的订单，但是今年咧仍然无代志做。来看情人节，真侪人的花卉，今年国产玫瑰产量少，比去年大约是贵15%。不过这百合甲杨结景咧，拢是俗18到30%。但是真无奈，拢要看到经济来交关。头家是怪景气无好，不过心内想要问的是，咱的台北市的大家长是毋是当伸出援手帮忙？